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发生伫台中沙鹿的命案。20岁女大学生和17岁男朋友抬死，讲可能是女朋友有其他对象，再加上两个人有债务的纠纷，约出来谈判，谈袂好势，竟然共抬30外刀，甲人抬死。这个凶手犯案了后，走到彰化市一间旅馆秘起来，警方到旅馆去抓人。啊，伫苗栗开公庙的阿公公，伊这个孙仔。平常时拢会到庙里跳家将，卖支援其他的公庙。平时看起来都乖乖啊，想袂到下手会遮尔粗残。敢是去画面翕到亲便喜的刑警来到旅馆楼骹，较近少年仔就秘伫咧遮，所以随较电话叫搁较侪人来支援。过无偌久，台中清水分局警察驶2台车，要10个警察赶到现场，弄入旅馆，甲少年仔押走。这个嫌犯穿短裤的那个。少年仔叫口出口，看起来无语无语，心情冷静。警察调查17岁少年仔敢若不满20岁姓干的女大学生去爱着别人，加上两人有债务纠纷，就去甲摕30公分等于假死，伫咧44秒内扑女大学生30几刀。你跟死者有什么仇恨吗？当头白痴，惊人看，粗残害死女大学生。根据了解，凶手17岁，处理是开公庙会，伊的父母李言是阿公带大汉，平常时啊有伫咧跳百家将，庙会有伫咧闹热，就去斗模型。伊甲人害死，嘛有搁走动去庙里。伊杀人了，伊敢有转来？有啊，无法度啦，家己做的啦。凶手爱去分享真济家己伫咧跳百家将的相片，这张图文就写，若是李白是上尾后，那你当初是小白的意义是啥？另外一张图文写，人拢爱含家己订袂掉的物件讲再见。除了跳百家将，伊嘛伫咧做人细汉的伫咧甲人讨笑，想袂到敢若含女朋友的感情问题，加上去吹这舞，才会举起来伫咧街路扑女朋友30几刀。哦，那感情已经砸在台面了，绝对会砍人啦，所以应该是债务的纠纷较大。凶手犯案了后，佮甲安尼记讲，要先去汽车旅馆唱歌送一个，无血无目屎天都，互人看甲会惊。走路的过程嘛真艰巧，挑工闪警察队了。牺牲客无挂车牌的乌托摆上白刀走，前往到苗栗湾里，顺利换衫甲机车单的换改坐火车日南到彰化，再搁坐客停车秘伫咧旅馆，结果嘛是叫警察抓起来。凶手的朋友讲，伊平常时的性格就真歹，毋过爸爸迄样的朋友讲，伊伫咧湾里插过油漆，卖去参加庙会活动，看起来乖乖。因为少年仔拒绝夜间精神，警察透早才会问少年仔厘清案情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